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台湾伫今日新增加2例这个案例，一人呢是伫北部病院群聚感染哦。听讲这个案例已经是第34例哦，换8个人，这回是第8个人吼，是这个第34例这个后生啦吼。另外一个咱讲是伫荷兰境外移入来吼，目前台湾拢总是第47例啊吼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拢总的这个出院的这个案例已经来到17例。咱讲到这个另外吼。喙癌徛名字2点库咧升级啦吼，咱讲网络顶便利签证就会当来领啦吼，12号开始到18号咧会当伫网络来登记吼，会当买是这个3月26到4月初这礼拜这个喙癌吼，民众这个爱付这个运费啊，差不多是7块啦吼，啊，逐礼拜差不多有233万人次吼，伫咧网络顶买会到啦吼。另外咱讲到顶个月初3时阵第一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吼，一个月了后，伫武汉包机哦，今日总算要过来进行啊，有第一摆经验，这回伫咧防疫，搁有细节上还搁注意的地方啦吼。另外，咱讲到中国致病患者这数字虽然有较降，但是这个数字咱嘛是爱接意啦吼。另外，看到全球疫情的这个部分，咱讲意大利这个病例数要真慢啦吼，啊，致死率是上悬的这个部分，意大利全国封城甲敢有效咧？咱讲济人就要问讲，疫情当时才会来收煞。咱讲中国专家钟南山伊本地预测讲哦，这个疫情伫3月会较好啦，但是这回佫解除讲吼，爱到这个6月啦吼。台湾专家是无遮尔乐观来看待，今日就好好来讨论武汉肺炎这个疫情。这边咱邀请到2位来宾，第一位是咱前卫生署的这个副署长李玲婷。伟民好，大家好。是啊，伊当时阵嘛是咱台北仁济院总院长啦吼，欢迎。第二，咱要邀请到咱的这个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詹登权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第三个，咱等下个来做一寡这个连线啦吼，伊是这个国家表演艺术工会理事李基峰，咱等下小连线，咱要来做连线啦吼。首先，咱要来先请教咱的这个总院长啦吼。过去咱讲到第34例啦吼，这个案例目前这个院内感染已经一人换8人吼，这个院内感染过去咱讲到是毋是爱封院这个做法啦吼，爱甲这个病毒甲封伫咧这个部分，但是防疫有甚物这个危险的这个所在？过去咱嘛有这个 SARS 的这个经验，到底防疫是不是一个做法咧？这个是分做2种讲啦。如果正经是防疫的话吼，做法就是讲，这个对院内感染超过头去啊。是啊，这个预防麦克造成更较恶劣的预防，迄个院内感染甲社区的感染，将这患者送去一个所在治疗，将毋是患者送去一个所在观察，然后这整个病院拢甲消毒，铁门关落来，这叫做防疫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你毋是你敢是少数人有去传染着，啊，你行这个所在引起了全院的影响，安尼这个封站，规站都封起来，规站封起来是讲嘛是共款，患者送去一个所在治疗，毋是患者送去一个所在观察。这站规站拢甲消毒，封起来暂时无要用，叫做封站。有影啦吼。啊，伊咱讲到这个詹院长啦吼，过去嘛伫这个开说明会，甲这个全国这个民众来讲吼，其实咱即阵也徛伫这个武汉肺炎初期尔啦吼。啊，咱看这个钟南山啦吼，伊讲这个疫情本地吼，讲3月底会收煞啦，但是即阵佫改喙讲是6月啦吼。咱安怎看咧？各位观众，大家知吼，咱这边的武汉肺炎吼，这个病毒是新的病毒，是啊，全世界的专家到今仔日为止，唔知的比知的较侪。就讲这个病毒会安怎去变化，后摆会安怎行，大部分的专家会甲大家讲，其实唔知影足多。伫唔知影足多的时阵，你要去甲讲这个月了，后个月了，这个病伫全世界会变安怎？无人会讲会准。是，所以伫1礼拜前，你敢知影讲意大利会变安尼？2礼拜前，你敢知影讲韩国甲这个伊朗会变安尼？这拢不断甲全世界各国伫负责做这个武汉肺炎。防治的所有人，甲咱教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
你一定爱家己讲，我对这个病毒知影无够济。所以大部分的人拢会讲啊，当时会过，迄有可能啦吼。但是会安尼行无人知。是，所以伊即马看起来，这个病毒是甲 SARS 无共。伊的传染力比 SARS 加足强的，而且伊伫无共的所在，伊的传染力阁无共。伫即个泉州公主号即个船面顶，我的传染力有够强啊！是，即摆伫意大利，也是讲进前伫伊朗，伊朗即摆情形嘛无清楚，伊的数字都大家嘛无讲做相信，讲敢有影干那安尼尔，所以即个病毒真奇怪啊！即礼拜开始，咱即个差不多顶礼拜五一直到今仔日，迄美国看遐紧。那美国伫正月，伊的专家就讲啊，讲即个病毒伫每一个国家是毋是有伫社区传染？毋是有啊无的代志，是当时的代志。是，一定有啦，一定有。所以我着台公共卫生学院看到遮尔济世界各国的数字，看到咱台湾过去的经验，咱就一直甲咱的政府讲。社区传染毋是有无的代志，是当时的代志。所以咱今仔日所有爱做的代志，咱等下来看遮尔一个是的时阵，咱就爱讲咱要安怎准备。你若无准备，上歹的情形就像意大利完全无准备。迄规个本来是干那意大利的北边，即摆变作一规个意大利拢影响。是，即规个医疗拢无要准备好。你若准备做好的，像新加坡。伊就讲着绝对有啊！新加坡伊安设900个所在，安怎去检？啊来我好，我甲你照顾；啊大病我甲你照顾较好；啊细病你等去厝；啊若有问题，我阁甲你介绍去一个较好的所在，啊甲你医疗好。是，啊伊就是讲，无你甲人你查讲有社区传染无？反正就是传染嘛。吼，伊袂干那讲，你干那踮倒一国转来，我就甲你看，就讲。医生若怀疑你有可能染到武汉的肺炎，你就要去检查，干那检查上准尔，啊检查到你有啊，我就甲你处理安尼吼。所以我今仔日来到咱这，我听讲咱这个电视台吼，会听台语的吼，拢确实是咱台湾的时代啦。吼，咱这时代爱接受到正确的医疗的迄款的知识。是。今仔日即个咱毋知影做侪，但是毋知影做侪嘛，有做侪代志好做。即个家己安怎减少到去有可能感染的所在是上重要。尤其是咱差不多65岁以上的人，你若有慢性病，特别是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即个腰子病，也是讲心脏病，这拢高危险哦。就讲你染到的时阵。比别人加足歹医的啦，是啊，所以有我拄仔讲过，65岁以上，啊有遮个病，也是2种佫夹做伙遮个啦吼。你今仔日开始，政府甲你讲啥重要的代志，你拢爱听入去，啊，拢正讲爱100%去做。你袂用干那看老热讲，哇，意大利安怎，韩国安怎，迄毋是你的代志呢，迄是你的代志，迄是还未发生伫咱台湾，啊，咱爱去学讲，咱莫安尼吼。所以这是咱看所有遮个即个即个武汉肺炎，伊咧发生到今仔日为止，啊，咱逐工听到足侪新闻报道，咱爱家己当作讲，这是你的代志，不一样啦吼，莫看到干那看老热安尼吼，这是我甲大家乡亲甲咱咧时代拜托嘿。所以咱讲是65岁至70岁以上啦吼，即个时大人，若是有即个慢性病吼，爱特别注意啦吼。啊，即个厝内底即个时势，莫讲互即个时大人听吼。就是讲，你这个有这个血素，啊，还有这慢性病，爱特别来注意。另外，咱讲到今日新增加这2例啦吼，咱讲到这个院内北部这个院内群聚感染吼，1个人看8人院内感染这个部分啊。另外，咱嘛讲到吼，这个第46例啦吼，是这个第34例这个后生啦吼，伊前2摆去采检的时阵拢无出来啦吼，迄当阵拢是阴性的。啊尾啊，咱看到伊个镜头豆豆出现了后，佫第3采才发现伊是阳性的。到底这个采检有啥物问题？咱先做回来看。是他的亲友
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今日增加2例，46例是34例加41例亲人，另外47例则是荷兰境外移入个案。有专家警告，疫情也是充满挑战，尤其下个月清明节可能有真侪中港澳等来台湾的人，若受轻症或者是无症头的患者，又搁无挂催安加检查，可能互社区传播风险增加。你根本不知道随便进来一个旅客是不是就是一个轻症或无症状的人，那他就会进入我们的社区啊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防护措施是要一路落实到疫情走下坡为止。唔能防止中国所刷入来可能病例，咪防止其他国家造成第2波疫情。专家表示，亚洲地区亲像日本、韩国，欧美地区则是亲像意大利、美国等国家，最近确诊病例增加真紧。台湾伫未当锁国情形之下，也是要想办法将风线修复掉。欧洲、意大利个案很多，其实一大堆国家也都有个案了哈。然后中东、伊朗目前是个大问题，其实其他国家说不定也都开始陆陆续续有个案，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一个往上跑的一个阶段。那这摆疫情当时才确诊这么严重，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认为全球疫情尚无会到6月份，不过台湾专家却无这么乐观，因为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，目前当向南半球等国家拓开，已经有流感化的现象。爱等加预防针或者是治疗药啊出现了后，疫情才有可能有效控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所以咱咧讲吼，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有全球吼嘛，咱国内国内咱看到这回这个第34例探八的例啦吼，其实佫会探落去，去这个检查也有被检的这个所在吼。但是咱讲伊这个感染源，唔知伊这个源头是啥，嘛是一个真安怎讲，真恐怖一件代志吧。那照因这个家庭，互相传染的这个过程看起来，是。目前也佫无讲遐尼紧张啦，就是讲咱知影讲这是有人对大陆岛倒来，是可能有甲伊短期的有一个人做伙，了后传染互日本人，了后伊再来去病院有这代志要，毋是因这个病，来求医，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传染到另外几个人安尼，所以。若要照这个定义讲起来，伊毋是叫做院内感染，伊是本来伫外口就已经社区就已经传染，再入来这病院造成的这感染啦。所以伊会去传互遐医生护士，也是讲互传互遐伊的家内的人，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。有影，所以咱讲伫这个内底。本地啦吼，伫社区外口都已经传染着哈，伫院内啦吼，所以咱咧讲到底是这个空气的这个咱讲烂手啦吼，这个口沫啊，是另外咱讲是这个接触的这个感染，拢有可能啦吼。继续咱请教咱的这个詹院长啦吼，咱就讲到这个群聚这个案例，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境外移入来吼，咱讲到第47个例啦吼，咱讲是这个3月初2甲3月初5，伊甲2名同事去荷兰出差啦吼，就是讲这回这个案例。第47例到底是境外移入去，还是讲因为咱讲伊出差这个时间吼，是短期的这个出差吼，到底是伫荷兰画着，还是讲因为这个伊他哩探规的这个欧洲嘛有可能，还是讲是本地伫咱台湾变做是社区传播，安尼传染出去的？这个武汉肺炎吼，到今仔日为止，就是无预防针好做。吼，第二个无特效药啊。是。所以，伫一个新的病，你无预防针好做，你无特效药啊，你就要特别注意。像咱当年的这个流行感冒，咱拢有政府拢会提供咱这个时段吼，这个免费的钱来做。你若身体这个预防针甲做落，你身体就抗体啊，你就开始会使你讲你。接触到这个病毒的时候，你就有保护嘛，吼所以这个病的恐怖就是讲，你即马就是无济嘛，无济了，你就做歹预防的。这个病毒到今仔日为止，咱知的就是讲，伊伫带伫人的身躯顶无症头，伊就有可能传染给别人。即马看到上济的症头就是打扫。打扫，那你清拿后安尼打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发烧。过来就足严重的，就是讲，喘袂起来，安尼。
所以这3个是咱讲有的镜头看会到的啊，伫这还未进前就有可能传染，所以这预防就愈来愈困难。啊，今仔日为止已经100几个国家，吼啊，每一个州拢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发生，是，所以伫公共卫生的迄款标准来看，是，这就是世界大流行。嗯，伫世界大流行的时阵吼，去讲吼，这是荷兰来的啦吼，这是中国来的已经无啥意义啊，伊已经就是大流行，所以你安怎去吹，拢有可能，但是嘛拢无可能，吼，就讲无一定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这2个例，那另外一个眼光来看，因为这个病吼。嘛有可能伫你即个无镜头进前1-2天就传染着互人嘛。是啊，得着即个传染上底有甲1天就有啊嘛。目前全世界看起来，啊嘛有甲10几天后，伊才有镜头。是，所以咱即马吼看到即个案，然后就甲即个病人呢，甲即个。甲控起来，吼，控伫厝，控伫病院，莫阁传互别人，这上好。是，你一直甲对讲伊啥物人，嘛真重要啦。但是迄毋是一切，所以即马伫即个开始要大流行，全世界大流行，大家用的例拢是步数拢讲，较紧甲人吹出来，啊叫伊莫叮当，安尼上好。是，吼，所以即2个例就甲咱讲，你即马讲即个第47例是吧？是，这有足侪可能性啦吼，去荷兰互染着嘛有可能嘛，对，伫台湾已经染着啊，出去才转来才个有拢有可能啦。因为这个有镜头，无镜头，伊的时间真短嘛，是，吼，啊第46，伊到底是安怎？10天前就伫检查，10天后才知影，是，啊中拢讲无，啊10天前会进前10天伊伫台，伫厝，伫病院。也是讲10天后，伊防隔伫遐，啊伊家所在若无清气咧，是，啊前2遍拢无，啊再前2天才去染着，拢有可能，所以即种的调查吼，爱真有系统，有影，啊往往呢爱有外口的力量去帮忙调查，家己往往看袂出来，所以即间病院已经发生甲遮尔侪例，啊足侪的病例的解说拢无法度。完全嘛，吼，到底是伫即个病房，到底伫台，啊，到底是毋是来甲病院进前就有？这8个例爱综合起来看才知。但是即款代志嘛重要，但是真清楚啦，即个病院也是讲，即个人的厝是拢需要去甲好啊消毒。吼，啊，这是第一个爱做，啊，消毒有彻底无？吼，当年 SARS 的时阵，我就是帮忙去看这。和平病院最后的消毒，迄也有真专业的方式，其实都毋是讲啊，你想咧，你要调查，然后你要计划吼，啊，所以政府应当是有安尼咧做，啊，也出来讲伊安怎做，讲互大家听，啊，大家才会放心啊，啊，无清楚进前，拄则即个李前副署长讲的，就是讲你上无拢甲封起来，啊，封起来互人知啦，吼，啊，正讲伊拢无，伊所有行过的路，包括伊的电梯、伊的楼梯。这拢爱甲工作，这是有嫌疑的所在啦。因为咱拢无清楚，我讲咱袂使讲咱知影这个病毒偌清楚。哦，即摆嘛无人知影讲啊病毒会用活偌久啊。嘿，啊，尤其是病院拢有冷气啊，吼，啊，你到底伊伫遐会活偌久，无人知嘛。尤其咱讲第42例甲第45例吼，是共这个共战楼吼，无共病房吼，所以这个原来这个感染，这个倒位拢有可能是安尼烧坏掉这个所在。这无共款病房，都要讲清楚是隔壁病房还浪几啊间，啊，中这几间是安怎，所以才有做这代志爱好啊调查，因为这调查毋是要找讲是啥物人毋对啦，是讲咱爱较紧知影讲，咱的病院内底有啥物情况，啊，咱好啊讲，别个病院嘛要安尼防治安尼。爱厘清哦，好势啦吼，所以咱等下要带大家来先看讲吼，其实咱伫咧防疫这块啦吼，
有院内这个感染这个部分，安怎去围堵，安怎去防堵啦吼。另外咧，大家真关心的就是讲吼，上班的这个人啦吼，买无喙炎的，即回咱讲有徛名侪2点控的这个部分吼，就是你伫网络头顶买，啊，当伫这个超级商店来领啦吼。咱先来看讲，这个做法到底是安怎实行的，咱做来看。那现在我们应用新的科技，应用网络的技术，很多的专家大家来帮忙。现在正在压力测试，等到好的时候，会由指挥中心跟大家报告。武汉肺炎疫情要烧未退，行政院拜一决定，喙炎徛名制2.0会采用网络预订、便利商店领货的方式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宣示，目前正咧做压力的测试。政务委员唐凤强调，苏贞昌采试的目标是即礼拜四开始，침头功能还未真完整。不过，说来，逐礼拜四拢会改版更新。当然，周四上线的时候，大概它的功能不会是最完整的功能。那接下来就会是每一周，反正就每一个周四的时候，是有上版的空间。也涉及到个人资料保护的一些问题，它包括我们自然人凭证，或者是我们用健保卡的这个方式。陈其迈强调，压力的测试第一阶段，亲像演唱会网络买票，后手搁爱汇款，金流的处理嘛需要压力的测试，搁有超商配货、分包嘛拢爱到位。网络族群的使用者真侪，压力测试完成了后，就会对外公布。另外，大人7天买3个喙炎的政策嘛暂时未改变。最快是不是有可能是礼拜四？只是改一个方法，就要改程式、改相关方面。如果没有健保制度，今天没有可能实名制。也若纾困条例特别预算提到初审通过，同款预期600亿的规模，立法院嘛要拼13会当完成3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喙炎徛名制2点控啦，吼，咱讲即回已经是升级了吼。过去咱看咱这个药房头前吼摆甲热长啦吼，即回咱会当透过网络的方式来买，然后嘛是一个新的这个做法。咱来看讲吼，徛名实名制吼，徛名制啦吼是3月12号到3月18号会当来这个伫网络头顶来订啦吼。啊，你若是有这个电脑的吼，就靠着这个健保卡，也是讲咧报税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凭证啦吼。另外手机啊这个 app 嘛会当来去使用。另外咧3月19吼，就会当看讲你到底是有这个买有啊买无啦吼。咱讲伫网络银行还是信用卡，还是讲这个 ATM 转销拢会当啦吼。啊3月26号到4月7会当伫咧超商来去领货啦吼。啊凭你的这个身份证啊、健保卡、驾照等等的这个身份证件来去领啦吼。啊嘛会当摕到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证件来去代理来领取啦吼。所以这是咱喙炎徛名制上新的这个部分。另外，咱讲到这个台湾防疫上新的措施啦吼，头拄咱讲到这个喙炎徛名制2点控，咱嘛有讲到啊吼。啊，过来要看就是讲艺文活动这个部分，咱看到吼拨款15亿这个纾困啦吼，第一期来有11亿啦吼，啊陆陆续续佫有这个4亿这个部分。另外，咱嘛知影吼，过去伫咧这个顶礼拜，咱有一个案例是这个澳洲啦吼，伫台湾无法有镜头去诊所来看吼，但是买手伊伫澳洲来确诊这个部分啦吼，所以伫咧文化活动即块吼，嘛爱好好来讨论。咱即马就要来连续讲吼，咱伫咧这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企业工会理事李奇峰啦吼，伊要甲咱说明讲吼，即阵因为咱讲有澳洲这个案例，到底即阵吼，咱讲的这个两天院吼，即阵的做法是啥？奇峰理事你好。安尼敢听有？有听到。是咱即阵吼，伫咧两厅院这个部分啦吼，是安怎来去做处理咧？你是讲 NSO 事件以后吼？是。好，安尼吼是因为迄个就是一方面吼，大家迄个3月初6音乐厅规个拢关起来，啊，所以就拢消毒。吼啊，3月7号是3月初7是戏剧院迄边消毒。啊，3月初6到3月初8迄个节目规个拢取消，等于封馆。啊，3月初9员工才有来上班啊。啊，毋过 NSO 的团员啊，搁迄个行政人员爱到3月15才有过来上班。是，所以有的人已经咧做这个徛家、这个隔离的这个部分吼。徛家隔离。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真重要，但是咱要问的就是讲吼，过去咱讲这个表演的这个场所啦吼，观众遮尔啊济，啊，这个咱讲演这个表演的这个艺术人员吼，这个演奏家啦吼嘛真济啦吼，因伫即回你感觉这个可能有欠点的这个所在是啥物咧？我个人的观察，我个人的意见啦是因为迄个演术家讲正经的吼，因伫迄个
台顶表演的风险讲真经不哩大。你讲啊，你若讲是弦乐老师，你讲戴口罩有可能，啊，毋过吼嘛是该叫啦吼。啊，你若讲吹管老师要戴手安。大喙暗迄是根本无可能嘛吼，伊爱分这个兔把分什么这个管乐这个部分。嘿，所以对于迄个演奏家的老师来讲，这是一个危险啦。你观众会使戴喙暗，啊，毋过因演出的人是无法度戴喙暗啦。啊，虽然讲阮舞台拢有传迄个消毒的酒精啦，啊是有迄个消毒的器材互因，啊，毋过在演出的时阵就是无法度。嘿。啊，毋过过去是毋是这个咱讲团员啊吼？其实已经有这个这个团啦吼来去讲吼，但是这个团这个部分无去甲注意到，还是讲根本就甲看轻这件代志，啊尾啊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场所啊，煞变成这个防疫的这个破口伫咧。是有可能啦，啊，毋过因为我无伫现场吼，我嘛是无法度发表意见，啊是团员一边有咧讲，因为阮有会员嘛是团员啦吼，因是有安尼咧讲啦，啊是希望讲啊若有。以后是若有即个请迄个音乐家、国外音乐家来，嘿，这方面可能爱加注意一寡啦，嘿。是，有影。啊，毋过咱讲即阵吼，徛家隔离的即个有个人伫学校有兼课啦吼，所以学校本地是3月初10就会使开始来个上课，但是有的学校吼是甲禁令变做是3月14，还是讲搁较长啦吼。即对于咱讲即个演员，还是讲表演者的即个工作即个权益，有啥物即个部分爱搁加强无？当然咯，因为郑老师因虽然是讲到3月15，啊，毋过有的学校通知到3月20才开始，啊，甚至讲有的学校通知迄个囡仔伊有去兼课教的囡仔袂使去学校上课，啊是家长嘛是有讲也袂使卖活安尼吼，啊对于老师来讲是实在是真艰苦，因为讲伊敢若是被受到歧视，啊是去用排斥啦吼，伊讲较早大家听到迄个NSO的团员，大家拢是真讲啊真活安尼吼，啊即嘛是大家走干那飞咧吼，啊免讲爱讲嘿，即个落差真大的啦，嘿，因为讲真经因这学校的兼课嘛是因收入的一方面一个部分啦，啊，这个方面嘛是对因来讲嘛是损失真大，吼，是健康甲财富的损失拢真大。所以咱讲这个两厅院吼，伫咧3月初9就要搁电开吗？嘛毋是，伊就是3月初9正常对外村公共区域啊，吼，伊先像这徛店啥物拢有开啊，春水堂啦、乐哥啦、喜来卡啦，吼，因为这大家拢爱开店做生意啊，吼，毋才有收入，这是拢有开，拢正常开。啊，员工嘛是，阮两厅伊的员工嘛是拢正常上班，是干那NSO的人无来尔。所以嘛，希望吼，虽然讲咱有这个澳洲的这个案例啦吼，但是希望咱讲有搁伊接触过，拢是这个阴性的部分，无搁小摊开啦吼。今日嘛感谢这个律师，感谢。咱继续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，其实咱讲到对这个澳洲这个音乐家吼 ，Brad Dean 伊的这个活动受甲这个确诊的这个影响啦吼。咱讲伊2月23的时阵入境的时阵无镜头，但是伊有写这个表啦吼，所以这是毋是防疫破口？咱等下好好来讨论。就是讲伊2月27伫台湾时阵有家嫂流鼻水去诊所来就医啦吼，但是伫台湾这个坐届嘛伫音乐厅来排练啦吼。啊2月28甲3月初1之间吼，拢有演出啦吼。3月初2离开台湾。咱讲3月初5伫澳洲才有确诊吼，所以咱讲吼接触者有差不多有420个咯，其中有148个人需要徛家隔离啦吼，所以咱讲到伊即个活动，虽然讲咱讲即个音乐家伫咧舞台顶吼，伊咧做表演，甲一般观众有淡薄距离啦吼，但是对台顶的即个所有的即个演奏的即个表演者来讲，其实是第一届吼，也是讲上近的即个接触啦吼。伊对遮的影响，若是讲伊真正确诊了后，咱接触者拢无代志，真正就无代志啊。但是伊即个个案都现啥物状况咧？一般来讲，因为拄则陈秘书有讲过，讲这是大部分拢是轻症的，所以有差不多7-8成拢是小可少，还是讲小可小尔尔，是差不多1成半会较引起动静安尼。所以有人因为轻症，所以会去甲轻好去啦。是啊，比如讲伊拄啊，即个表演者拄啊对外国入来，啊，伫机场就讲有扫，系啊。啊，所以医务人员大概是讲啊，你都无镜头，较明显的镜头，所以甲当作是
唔是，是，都这放弃个武汉肺炎嘛吼。咱的诊所的医生前辈可能原来是很好奇啦，就讲人都甲你讲我有扫我当时入来啊，你嘛要小可注意。3月初5伊登去澳洲，才发现讲伊确实是。是。所以你伫咧表演中间啊，因为迄个纪律可能有超过1两公尺以上，而且伊毋是唱歌，伊是干那表演安尼尔，所以要传染互对面遮的观众的机会较少啦。但是听讲游落来下骹，观众是是做伙接受，迄阵啊都有较有危险性。是有影啦吼，所以即个案例吼嘛是讲，因为即个音乐性的活动，也是讲即个表演性质的即个活动吼，已经拢取消去啊。另外，咱要来讲到另外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武汉包机啦吼，咱讲顶个月的时阵已经2月初3头一摆，今仔日个1个月了后吼，第2届啦吼，但是咱有顶回即个经验，240外个买手甲你加3个入来吼，即回咱定的即个标准是有较严，咱先做伙来看。留伫欧北武汉的台湾人，一直咧等待第2批包机。伫两华经过外月了后，总算有好消息传出来，会由华航甲东航分别来执行，为武汉甲400外的台湾人再登来桃园机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，两华继续沟通到即马，豆豆有共识。持续不断的沟通，现在渐渐有共识。不过这一切还要等有最后结果的时候，自然会有指挥中心跟国人报告，还是要安全回来到台湾才算。苏贞昌坚持3个原则：绿色优先、防疫优先，也阁有看能力来做。根据了解，第2批包机会先由5方派华航，伫10号下晡载1号人员去武汉协助检疫了后，先由华航加235个台湾人再登来，按算暗时8点半到桃园。另外235个台湾人是坐东航，按算11个饭店登来台湾。因遮登来的人包含5方提供的121个优先登来台湾的名单，因登来了后会先比较进前的模式，伫机坪检疫，甲搁送到检疫地点进行隔离。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去立法院嘛证实人数大约有400个人。这个其实都还在紧密协商当中，还在紧密协商。你提到的人数大概就是400出头人啦，400出头。那将来还有600多个。我想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啊。你现在谈的是2次，对不对？今天跟明天，是不是？所以总共加起来，确定的时间其实都还在谈。交通部由华航也都准备好待命中，那就配合两岸的协商跟那个指挥中心的一个决定我们都做好准备了。行政院强调，伫遮人员无平安登来台湾进前，5方拢必须爱谨慎，搁再谨慎。等待第2批包机登来台湾了后，搁有600外的台湾人留伫武汉，等待两华建议后1批的包机登来台湾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真正是防疫优先啊吼，这个弱势优先啊吼。继续咱请教詹院长啦吼，这回武汉这个包机第2届啦吼，咱过去有这个经验伫咧，咱看到2月初3甲2月。咱讲倒来吼，2礼拜后因14天检疫无问题，才法度登去甲因这个徛家内底啦吼，登去甲你搁检疫一下啦吼。所以这回包机倒来，因为过去咱讲有买手加3个人吼，一个搁是确诊的这个病例。咱讲这回嘛有这个顶回这个经验啦吼，搁注意啥物无？伫第1遍包机进前，其实咱的行政院有了问过我啦吼。是。我是甲讲，迄个时阵唯一会使你参考的就是美国，就对美国安怎做，就是讲美国是安尼做啦吼，这上飞机进前就检查，伫飞中间因为去飞转去美国较远嘛，吼，伊阁有检查，落飞机就阁检查，了就送入去讲即个准备好的所在去做14天，伫内底美国差不多。逐工拢有检查，就安尼，因为迄阵拢无清楚即个病毒伫人的身躯会安怎变化，所以这摕到的资料就变做真重要，就是讲哇，咱第1遍伫台湾人的身上看到这病毒伫安尼一个10几天的过程是安怎咧变化，美国伊就是靠安尼真少数的
即个人安尼吼，伊就去想讲，哇，这若变做来咱遮100倍、1000倍的时阵，咱会安怎处理？所以迄时我就是安尼建议，但是咱尾啊并无安尼做啦，吼，就第一遍就是正人数就是敢若人数就是袂好啊嘛，吼。啊，因美国是用血机去改造即个发电机，因为你即种一般的即个像咱遮派这就是不得不啦，吼，就讲即款发电机本身就是伫发电机顶就足歹讲迄个预防嘛，啊，除非讲你大家拢莫去变数，咱得较近啦，吼，啊叫伊上好莫乱走安尼嘛，啊你200几个伊个。就讲以前SARS的时阵，讲喷出去吼，就是倒边、正边、头前拢差不多爱抗2位啦，啊后尾啊抗3位啦，啊所以安尼才会讲袂伫即个伫送的过程互相感染，个烧袂着。啊，即摆，我都毋知伊这200几个伊是要安怎做，因为这发电机看起来就是200-300座尔嘛，吼，所以这拢讲起来风险拢有，吼，这拢是较危险。啊，转来了，当然你送的过程，遐车啦、啥，咱即摆拢已经拢有一寡做法啦，吼，所以，我想即边我嘛，咱希望讲，咱看到是，原来是真专业安尼，啊，这机源，尤其是中国的机源来的时阵，是绝对袂用落发电机嘛，啊，伊原机就爱转去，是讲伊无法度随转去的时阵，你安怎互伊伫机场内底，你一定爱甲伊。迄个有一个距离安尼吼，啊，咱家己的机源嘛是共款，你就只有就是14天嘛，吼，所以即个代志拢爱做。但即边我希望讲所有遮的人吼，拢爱采检啦。是，吼啊，共款对咧讲着讲即个咱这音乐厅这400几个，上好40几个拢甲采检啊。是。吼，啊，伊即摆就是无采检，啊，讲120几个有需要，内底佫40个采检，这伤少啦。即摆伫社区。即个传染的情形的时阵，袂使讲啥物人甲啥物人较近安尼，迄无人知啦。是，伊即摆伫即个演奏厅内底，伊行过的路，爱有去便所无，爱有去食物件无，啊，伊大个旅馆等等，即有足侪所在，就讲上好，你就免阁想遐济啊，你就拢甲采检。拢采检起来。我是感觉你用即边400几个要送转来，甲咱伫个音乐厅。拢共款400几个，你拢甲采检嘛？安尼咱毋知会放心，因为防疫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讲，咱知影了后袂去惊吓，啊，咱正常的生活爱落去。拄则音乐厅迄工会就伫讲啊，你大家拢爱有头路，拢爱有收入啊。啊，咱若有较早清楚啊，你咧消毒了真彻底吼，啊，甲大家讲，哎，这。咱已经安全啦，咱才能够倒转去，啊无一直拖，对经济影响就大。我拄仔看到迄个喷药啊，吼，无合格啦，袂使安尼，迄爱一群人啊，正讲伫伊坐所在啊，区落去切啦，爱区落，因为你都毋知伊喷出来，伊会啊，你干那安尼啊，你即个坐所在迄个手背下面，你都喷袂着啊。所以这款物件吼，爱真定真啦，你看，爱做定真啦吼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对家己的社区，咱国家遮尔重要的这个表演厅吼，你都甲清好清气。是。啊，这边啊清呢，像阮迄阵你喷的时阵吼，你爱见猪啦，你爱讲你喷有效的物件，你甲落按2-3工了，迄个正讲有死吼。对讲，这有一套的方式，你会甲我安尼来就互社会知影讲，我已经拢消毒好，啊，你才敢开啊。即摆你消毒了，你嘛毋敢开啊。是。安尼就失去讲防治的目标吼。啊，会记哩，咱就是爱正常的生活爱过过。但是咱的生活方式爱改变，济人的所在莫去。本来爱坐足侪人的所在，伊爱减少人，像这音乐厅，拄则讲，你讲梅花座啊，就是我讲的啊。你若正讲要用，你就要先安尼用啊，袂使讲安尼了，我就歹开，啊歹开就只好关起来，大家拢莫用。所以咱爱有这个心情，就是讲日子爱过，啊人这所在暂时拢莫去，啊病院会当莫去就莫去，爱看病也是爱去看，啊这拢爱甲医生好啊讲吼，啊毋好家己去想嘿，啊家己有安尼你甲打扫啥，啊嘛别甲医生讲啊，甲讲因为我就是要去摕药啊尔，安尼会害吼，所以咱正常的生活啦哈，咱的时代就是讲爱关心，啊毋通惊吓。所以咱讲到这个武汉，讲到武汉包机这个部分吼，就是讲防疫这个部分已经爱做大底啦吼。
另外，这个检疫这部分哦，咱讲到过去可能伫咱讲的保平信号，啊，佮有第一届武汉包机这个案例，第二届这个武汉包机是毋是伫咧这个时间会当个缩短啦？吼，因为咱讲第一班班机你无问题了后，第二班才飞回来台湾吼，所以这个定数真重要。啊，不过咱嘛知影哦，最近的消息就是讲哦，中研院吼有这个上新的这个测的这个方式啦吼，就是讲快筛这个抗体这个部分吼，到底讲啊，嘛知影因这个面册打出来讲2条线。吼，就是代表有这个病毒啦。咱看到3月初8吼，因就宣布讲吼，基因体中心吼研究员所带领这个团队吼，破纪录19天内吼，合成只对这个新冠病毒有反应的这个单株抗体，啊，体检的时间变4点钟吼，变做是15分至20分啦吼。啊，咱讲啊，若是送这个是药素来去验证啦，当得到这个卫福部允准了后。顺利的话吼，当3至4个月来量产吼。啊，民众入位的范文吼，伊就要求中研院吼，啊，将现主席英文名称啦吼，讲是 Academia Sinica 啦吼，变成是这个 Sinica 是中国的啦吼，啊改做台湾的卡啦吼，啊，互国际社会认捌着讲毋是这个中国的啦吼，啊，但是咱嘛讲到这个部分吼，中研院这个研究的这个团队啦吼，3、4个月当量产这个部分。WHO 中国伫即个内底，伊佫讲，这是咱中国台湾省所做的吼，佫要食台湾的即个豆腐啦吼，所以咱讲到全球即个疫情，武汉肺炎即个源头可能是武汉即个海产市场开始啦吼，啊，即阵拖到全球安尼来看，啊，其实咱讲到即个全球的疫情嘛，受到安尼来讲，头拄仔咱嘛讲到即个意大利的即个疫情，韩国嘛是拖真济，啊，规个欧洲哦，除了即个意大利以外，西班牙即个。法国、德国等等拢对啦吼，先来带大家搁看一届全球重大即个疫情啦。咱讲中国即个确诊即案例也无包含香港甲澳门吼，差不多80700多4例啦吼。但是即个数字敢是真正正确吼？尤其咱讲吼，即阵中国即个数字啦吼，拢是即个官方的即个数字啦吼，其实拢爱搁拍一个即个 question mark。另外，咱讲到即个上严重，即摆致死率上悬的是即个意大利吼，即阵有9172例。另外咧，即个伊朗吼嘛有7161例吼死亡人数，意大利是463例，伊朗则是即个237例啦吼。咱讲意大利甲即个伊朗，即个另外吼是印度上大2个感染源吼，印度即阵嘛有44例啦。另外咱看到即个亚洲即个部分啦吼，韩国是安怎拖遮紧7382例啦吼，51例是死亡。日本好理解。公共卫生也是有做了好啦，虽然一开始无防治好势，但是这回也会当比韩国做了较好啦。但是咱看到美国这个部分哦，607例，啊其实嘛有讲到是这个选举公司号，啊佫有其他吼社区感染这个部分，啊佫有院内感染部分吼。所以全球重大疫情，咱要先佫带大家来看讲，意大利这回哪会是拖遮尔严重？尤其咱讲吼，伊已经是全国来做这个警戒、这个管理，啊这敢有效咧？咱先做伙来看。为了阻止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国内拓开，意大利总理孔蒂初九宣布讲，2天前伫意大利北部实施的封城令会扩大到全国，并认为当地初10开始正式实施。Ci sarà più una zona rossa, non ci sarà più la zona 1 e la zona 2 della penisola. Ci sarà l'Italia, un'Italia zona protetta. 孔蒂强调，全国封城令会一直到4月初3。这段期间，全国6000万人除了工作、就医甲经济事件以外，禁止民众伫各区间耍电动。要处理城市民众，爱先下载自主授权书，写处理城市原因。拄到检查时，都要出示证明。米兰火车头初九已经出现排队接受检查授权书的人。Obbligato dalla mia azienda a lavorare, quindi devo farlo tutti i giorni, da lunedì a venerdì. 意大利全国封城令期间，全国餐厅、酒吧营业时间是早起6点到暗时6点。日时营业时间要遵守人甲人之间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规定。夜店、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会关起来，禁止举行婚丧喜庆等仪式，包括宗教活动嘛暂时取消，去感觉探视嘛将取消。造成受刑人发动暴动，过程中尚无已经造成6个受刑人死亡，探视家属嘛强烈不满。另外，封城期间，商店经业赶快遵守人甲人维持1公尺的要求。大型购物中心甲市场假日拢关起来，嘛爱管制人数。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间超市，初九已经出现抢买明星不做的人。
另外，意大利卡球甲决联赛冠军赛马桑堡为1915年爆发第一摆世界大战了后，头一摆取消。空地好球，抗疫非常时期，全国民众拢爱做出一定牺牲。世卫组织宣告则是表示，真欢喜看到意大利扩大风险做法。We are encouraged that Italy is taking aggressive measures to contain its epidemic, and we hope that those measures prove effective in the coming days. 威尼斯的露天咖啡座已经差不多拢无人了，观光客一定爱坐贡多拉船，嘛停靠伫码头。米兰街头是冷冷清清，挂出民众明显增加。到底面对空地所讲的意大利上黑暗的时阵，记者综合报道。意大利是全国来警戒啦吼，毋过咱讲欧洲这个边境吼，无这个明确这个部分啦吼，所以欧洲真正是摊开啦吼。头拄咱嘛讲到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遮的这个边境吼，失守了后，咱看因这个案例数吼，即阵这个法国嘛是超过1000啊吼。这个部分，咱是毋是来看讲意大利这个封城到底有用啊无路用吼？尤其讲这个4月初3才会当吼，规个这个时间拢要来这个结束，但是宣布了后，大家拢后袂走啦吼。咱讲全区域啦吼，这个全国封锁啦，本地是这个伦巴第这个部分吼，啊，甲其他这个14省，啊，目前是这全国啦吼。但是因这个3月初8甲4月初3啦吼，啊，人流这部分吼有特别的这个稳准，才会当入来甲出去啦吼。啊，交通的部分，内部公共交通甲照常去做啦吼。部分的航班取消尔，高速公路遮吼用查来检查，另外的火车嘛是有，咱头拄嘛有看到吼，继续会当去坐啦，但是因也有稳准。另外的措施就是讲学校开始停课，体育这个比赛吼暂时来暂停来开赛啦吼。另外嘛讲这个其他这个礼仪的暂停，啊限制旅行，上好咧是伫厝住咧啦吼。啊看到中国这部分吼，啊过去是封死的这个省份，咱看到这个湖北省、江西、辽宁、安徽啦吼，啊城市封闭式的这管理。差不多有80个城市啦吼，另外咧，这个按这个当时要停啦吼，部分的这个拢无去做一寡完全的这个限制啦吼，就是讲看疫情的这个需求，但是咱嘛看到因即阵讲这个封城啦吼，有诶要甲伊任务要改善啦吼，还是讲完全啦吼，但是安尼做，咱看到意大利甲中国这个比较，意大利的做法甲中国的做法。中国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当时是安尼做啦吼，啊，意大利看到有诶要封城，进前个人伫遐抗议啦吼，这对意大利这个效果啦吼，咱讲防疫这个部分有啥物问题？啊，另外咱讲到这个中国，因嘛讲封城这个部分有看到伊的这个效果。中国开始因为无讲做真水的迄个防疫，啊，所以拖足紧的。是。了后，超半个月了后，因就怎样封城嘛，吼，对武汉市就先封，了变湖北省拢中封，然后一省一省封，这个做法是对的啦，这个方案是对的。问题就是讲有一寡代志的，包括资料是真的假，这是一个问号，所以。考生钟南山问意思所讲的、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，阮是感觉讲真好，吼，大家拢知影讲哦，这是什么物件，啊，有什么危险性。第二摆伊个发表的这个物件，我就感觉怪怪，尤其是你讲的话怪怪，讲这是你讲真来讲假，你是一个艺术啦吼，而且佫真受人尊重。如果你来讲好笑话，背后一定是大压力吧，吼，啊那安尼话，你后摆讲的。无人会信，村里人讲话更加无法人信啦，因为是真好的、真尊重的迄一个科学家嘛。了后才知影讲意大利受影响，即摆意大利原来学即招来封的嘛吼，就开始是小区封，甲变大区规个拢封。像拄仔你讲的，安尼有效无？如果若真正封，确实是有效。如果若毋是，有一寡人嘛是共阮逃走，像较早迄个。嘛，毋是较早啦，一2礼拜前迄个，咱迄个小朋友，要转来做那无吼，是安那已经封真久啊，突然间佫放4点钟，放出去，意大利会安尼做无？如果若是照常会安尼做，啊，这些都没完没了，毋知要捂啊当时啊啦。所以呢，像意大利当正港封城，正港封国，啊，大陆就是中国会当个正港的封，我相信是。会真有利啦，所以
拄啊讲伊的资料实在是互足怀疑的。你即摆佫讲你一寡10几个迄个方舱医院，正已经要甲关起来，是，意思讲你控制好势啊，无要用啊。这真系假？空行可能伊才知影啦。咱还佫直接咧猜尔啦。是，所以这个中国疫情到底是毋是亲像因讲的遐尔啊好势，真正是互人使人有疑问啦吼，真妖异啦吼。但是咱看到这个意大利吼，即阵已经拖规个这个欧洲啦吼。啊，过去咱嘛讲意大利，亲像这这个米兰啦吼，也是讲这个其他这个所在，拢是这个中国人吼，真侪是所在啊，温州这个所在吼。啊，过去我去意大利佚佗的时阵，嘛有住伫因所谓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因所开的这个旅馆吼，啊，就是一张床一张床吼，啊，因其实伫遐就会当换到因的这个身份证吼，啊，3档佮带一批新的，都一批新的吼，所以是毋是因带这这个病毒，还是讲就是讲较过去较中国出入较接啦吼，所以有安尼可能，咱继续请这个詹院长。这全世界拢伫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武汉封城有效啊无效啦吼。啊，这有效无效有几个角度看吼。第一个就是讲你若时间早，伊的效果会较好。啊，因为伊头前有砍嘛，暗砍一寡这个病情，是，所以伊伤慢啦。啊，意大利共款，你若讲较早封咧，效果就做好。是，啊，伊即摆就是讲未收煞才封，所以这两个所在武汉甲这个意大利的北边，拢上慢。封城时候哪会有效呢？咱这个病毒就是人传人啊。是。啊，所以上有效的就是人去一个人去拄着另外一个人。啊，伫开始的时阵，这个病毒拢一个人传5个。啊，第2个人佫传5个。即摆意大利北边就是安尼。是。啊，你即摆若讲好，你拢莫叮当，你当然佮传另外5个机会就少嘛。这足简单的，就是一定是安尼。但是迄爱紧啊，迄若伤慢的时阵，足歹控制。啊，我的同事就有做一个研究，甲中国几啊省吼安尼看。啊，所以你看讲，伊到底武汉即个封城对伊传去别个省有影响？啊，阮的结论就是种上慢，所以别个省拢已经开始啊。所以，但是对于家己武汉内底有影响无？啊，伊就是拢总甲你关咧啊，关伫咧厝啊，关40几工啊，大家拢要袂记咧，已经5个月啊。啊，你若无甲关咧，伊逐工出来，伊当然也是有接触啊，都有机会啊，正出减足少，所以武汉即个伊就留了有效。伊佫较有效，就是讲伊厝甲你掠出来，强制要甲你送去讲你安尼啊，所以这意大利是无可能安尼做。所以家己即马干那是防讲别个人莫入味，啊，家己莫出去。但是伊伫内底人讲啊，你若要出来做食头路做生意，你也佫会当出来。所以效果一定比伫中国较歹啦。啊，我拄仔讲起来，伊要去影响到别个所在，时机已经过啊。是。该拖出去，已经拢走出去要拖。哦。所以咱要看讲这封城有效啊无效，吼，是安尼看。啊，咱佫看咱台湾、韩国、日本甲美国。爱对因封城对咱有影响无？那咱无伫咱的港口，无伫咱的机场。甲限制嘛无效啦，是啊，咱就对美国迄阵，我就甲政府建议讲，对美国啦，美国若甲限制，你就甲限制安尼。啊，迄阵世界卫生组织就讲啊，这袂使哩啊，袂使限制啊，加载咱就限制。啊，你看迄无限制吼，因就继续有咧来往啊，从武汉啊，这湖北啊，像全中国咱都甲限制啊，有诶，甲咱嘛干那伫管制武汉尔。啊，武汉诶人就走去。乌南啊，吼，爱若出去，啊，你嘛好入味啊，所以一定爱配合，别个国家爱配合才有效。所以这封城袂使干那看伊家己安尼啦，吼。所以，但是这两个所在时机拢过去，当初咱即摆来甲检讨吼。但是对伊本身提早讲，互伊讲吼，啊，莫遐尼严重，看起来是了有效哦，是，吼，爱过偌久？无人知嘛吼，即摆就讲看武汉伊还佫会拖偌久，啊看起来无甲4月是无可能，但是伊有可能封甲4月无，大家拢咧看，用啥物标准会使
开工开城啦吼，讲大家会使哩吼，个机场会使开，个高铁的车站会使开，咱来看伊用什么标准，这咱说服别人啊，就讲你车甲已经到迄个程度啦，啊这。伊其实开啊，大家敢去？伊若无讲做好诶，像我咱迄阵SARS的时阵，啊明明安尼偌久啊，拢总无案例啊。啊，世界卫生组织就歹互你讲你无代志啊，伊一定爱讲等甲讲北京也无代志，咱才会使话，咱甲伊就无共款啊。啊，所以即个叫做理性的禁令吼，伫即个防疫的时阵吼是真关键。啊，咱即摆台湾嘛是面对着这啊，就是讲。咱若讲防疫了做好，防疫了做好诶。啊，咱爱去讲足大声呀，讲咱都无工课诶，啊，甲咱解读，伊即摆无爱啊。伊讲你定甲做伙啊，所以你有点时会真悲哀哦。你即摆甲做伙，甲你武汉可能几啊个月了，咱才会使讲互人讲你迄落无代志。虽然讲台湾吼，即个防疫无完成啦吼，爱讲互全世界人来知影啦吼。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来到咱这边，感谢，谢谢。